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几天咱新闻报道，香港电影金像奖，香港影帝梁朝伟是第6届得到影帝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奖读子用奖第2条得奖的奖。但有人读做奖，有的地头讲是奖，因为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奖就是勉励意思，咱讲是奖励，也就是奖赏甲鼓励。若奖赏嘛，当讲是褒奖嘉奖。发奖励金的钱，咱讲是奖励金；较早嘛有人讲是奖费。另外发奖励证书、证书，过去讲是奖状。另外，还有爱国奖券，若是得到奖赏，或者是因为彩券、奖券统一发票，得到同款的号码，得到奖金，咱讲是得奖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，咱读做褒奖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褒奖就是勉励时势，互伊搁较进步。不如个咱现代解说搁较混化，意思就是鼓励甲奖励。第2个词就读做奖励，就是用英语或者是财物来做奖赏鼓励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啊，明尽家己的能力去帮助人的行为，得到好好甲伊褒奖。特别举办一个颁奖典礼，甲伊奖励，希望鼓励大家有样看样，成做一个好的模范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奖，有的地头读做奖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